好，大家好，歡迎翻嚟我個 channel，就係李追。咁今日趁住國際賽期啦，冇咩嘢做嘅時候，同大家跟進下一啲轉會新聞啦。應該咁講，應該話今集應該係一個利物浦嘅專題啊。就因為其實而家利物浦就基本上都賽季都基本完結㗎啦，英超又已經袋咗大半隻落袋㗎啦，咁其他嘢又冇嘢好爭㗎啦。咁基本上咧，佢哋唯一可以講嘅咧就係轉會新聞啦。咁而家大家都知啦，其實利物浦今年咧就已經即係佢哋都冇乜點樣簽到新嘅球員啦，亦都有3位大將咧係準備完約離開嘅咁樣。咁首先啦，亞歷山德阿奴啦，然後就係沙拿同埋雲迪克嘅。咁其實利物浦方面啦，FSG 嗰邊咧，一直都話續約好正面啊，我哋而家溝通緊啊，成啊咁樣啦，就話我哋會續約啊，我哋會即係我好信任啲球員啊點嘅。咁但係其實大家喺佢哋好多其他嘅場外消息啦，譬如可能球員嘅訪問啊等等都提到啦，譬如雲迪克同沙拿都曾經講過啦，佢哋而家都到目前階段都仲係乜都未知啊，未有任何嘢收到啊，或者係未有達成任何共識啊咁樣嘅，佢就話 I really don't know 嘅，佢哋多數都係話。咁其實作為利物浦復興嘅最大嘅功臣啦，兩位雲迪克同埋沙拿，其實佢哋當然值得份肥約啦，亦都同樣嘅係佢哋今年嘅表現，亦都係基本上係金球獎級別嘅表現嚟嘅。基本上以佢哋目前亦都係分別係世界第一嘅右翼鋒啦，同埋世界第一中堅啦，呢個應該都冇乜人會有爭議啦。咁但係竟然喺兩位發揮得咁頂級嘅表現之下，竟然佢哋到而家都仲未收到一份續約咧，其實係令人有啲意外嘅。咁但係啦，如果你考慮到利物浦嘅班主 FSG 咧，咁就意外得嚟又唔係好意外喎，因為佢哋都出名孤寒噶啦。基本上 FSG 係全個英超入邊營運球隊營運得最差嘅主席啊班主嚟噶啦。基本上即係如果你以前話可能話格拉沙點啊咁樣，即係話曼聯舊班主格拉沙點咁樣，但係其實格拉沙起碼喺賺錢方面咧，佢哋係 OK 嘅。咁但係利物浦當然啦，近幾年財政穩健啦，賺錢都唔少啦。咁但係你要考慮到嘅就係，因為利物浦佢哋而家有超水準嘅發揮，係因為高普帶得好，係因為佢哋首先翻嚟一班球員係非常之好嘅。咁之前佢哋嘅足球總監啦，應該冇記錯應該係 Marcus Edwards 啊。咁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啦。咁其實係令利物浦建立到一個好成功嘅球隊嚟嘅。而你考慮到利物浦嘅 less spending 啊，利物浦嘅轉會投入啊，甚至佢哋喺轉會嘅淨支出咧，其實係咁多年嚟咧加埋咧，可能係正數嚟嘅，即係其實佢哋係分鐘有賺錢添嘅。咁變相如果你嘅成績同埋你嘅營運係建立喺因為你啲球探啊、你啲教練啊、你啲球員好出色，但係你本身嘅球隊、你本身球會班主唔支援，青訓做得唔好啊，或者可能板凳深度唔夠啊，或者可能投入其他嘅醫療器材啊，或者嘅教練團隊啊，有訓練設備等等啊，其實你如果個投入係唔夠嘅時候咧，你長線嚟睇嘅話，永遠都係會衰落嘅。我見到曼聯之前一直10幾年都做得唔好啦，而家就情況好差啦。咁其實利物浦由10年前開始，即係可能差唔多高普啱啱嚟嘅時候啦，或者可能盧渣士後期開始啦，其實佢哋都即係叫做間唔時有好過一陣咁樣，但係嗰之後直到係高普嚟到嘅可能第2、3年開始咧，先係真正穩步上揚嘅。因為之前都仲有一個比較混亂嘅階段啦，係偶爾有啲可能超級球星啊，譬如可能費蘭諾托利斯啊、沙比亞朗素啊，或者蘇亞雷斯啊等等咧，去維持住利物浦嘅營運嘅啫。如果唔係利物浦，其實好多年咧，應該連歐洲賽都唔應該有得踢嘅。但係佢哋就係憑住呢啲咁嘅超級球員咧，佢哋可以喺一個極有限嘅班費、極有限嘅轉會投入入邊咧，都仍然做到一個相對上頗為亮眼嘅成績。咁其實利物浦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嘅球會嘅 mentality 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啦，呢個波咁樣一路冚上冚啊，即係嗰個雪球越滾越大，你都不停咁揾嘢去拖住佢咁樣。其實嚟到呢一刻咧，我諗應該都好難避免咗利物浦即將會迎來一段好大嘅衰退啦。係點解咧？我想睇下呢度。
其實咧，尤其是呢近呢兩日啦，已經基本上近乎係已經係通晒天㗎啦，已經係近乎係100%肯定㗎啦。亞歷山大阿諾將會喺今年嘅夏天免費轉投皇家馬德里啦。咁其實皇馬想簽佢都唔係呢一年嘅事啦，都傳咗2-3年㗎啦。咁直頭喺度等到佢續完約，跟住等到而家，終於今年可以免簽啦。然後其實阿諾不嬲喺過去呢7年入邊，其實都5-6年入邊，其實都係利物浦最好主要嘅進攻嘅組織嘅核心啦。咁其實冇咗阿諾呢個級數嘅球員嘅話，對於利物浦嚟講係一個好大影響嚟嘅。咁點解阿諾會轉會咧？咁首先啦，皇馬呢啲咁嘅歐聯天龍人，即係呢個世界上有分為2種球會。就係皇馬同埋皇馬以外嘅球會，皇馬無論幾差都好，皇馬無論點都好，皇馬就算幾取人工唔夠其他人高又好，點都好，但係嗰個係皇馬喺球壇上嘅榮譽，喺球壇上嘅影響力係永遠其他球隊係永遠企及唔到嘅。可能有近啲嘅可能會係巴塞同拜仁啦，但係相比起皇馬，尤其是如果嗰個球員係仲想攞金球獎爭奪歐聯嘅話，甚至係好多個歐聯嘅話咧，咁其實皇馬係對於個球員嘅吸引力咧，係一定全世界最強最大噶啦。咁變相你作為一個當打球員，你想要爭取更多榮耀嘅時候，你去轉會去皇馬係無可厚非嘅，我覺得。咁亦都啦，就喺3月25號，咁琴日朝頭早或者今朝早上啦，應該係啦，琴日嘅朝頭早或者今朝早上啦。咁其實咧，拍邊成係3月26號啊。咁其實咧，喺法國嗰邊嘅 Sky Sport 嘅一個記者咧，已經就報道話已經係達成咗一個協議㗎啦。皇馬同埋利物浦皇馬同埋阿諾已經達成咗一個協議㗎啦，就係話佢今年下年會轉頭將會簽一份5年嘅合約啦。咁其實話已經係 confirm 咗㗎啦。咁我覺得呢個新聞，尤其是佢喺法國傳出嚟咧，其實嗰個成事嘅機會率都非常之大㗎啦，應該都冇走雞㗎啦。咁亦都好合理啊，因為其實對於阿諾，佢都同皇馬眉來眼去咗1-2年㗎啦。咁而且對於一個當打嘅球員，右閘絕對主力。咁然後皇馬嘅卡華即咧已經老啦，即係準備都去掘金㗎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華斯基斯，咁其實佢都係都比較就即係都係攻強守弱或者可能都唔係咁當打嘅時候咧，咁其實你簽翻個當打嘅右閘係無可厚非嘅。咁基本上阿諾去到皇馬已經係肯定咗佢嘅主力位置啦，亦都係好有力嘅歐聯競爭者啦，甚至分分鐘佢可以以右閘嘅身份成為一個金球獎得主都未必唔可以嘅。如果以而家皇馬嘅走勢嚟睇嘅話，咁喺咁嘅情況下，阿諾要去皇馬係好合理㗎啦。咁既然係咁下季利物浦嘅咧就剩翻。即係一個叫做正統咗右閘咧，就係Conor Bradley 就係佢哋嘅青訓小將啦。由上季中季尾開始上位啦。咁其實係踢得非常之好噶。如果大家記得佢上季中一出嚟嘅時候咧，係連續攞咗幾場 Man of the Match 有助攻有入波成啊。其實佢嘅實力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你話佢係咪去到阿諾嘅級數？我覺得未必嘅，起碼進攻端上面咧就一定冇可能嘅，因為阿諾嘅進攻端上面嘅傳球佢梳理嘅視野其實係一個頂級進攻球員，頂級10號頂級中場嘅視野嚟嘅。咁但係作為一個控球主攻或者一個叫做放 killer pass 嘅球員咧，咁阿諾係非常之好嘅。但係喺右閘方面咧，佢係咪真係一個右閘係咪一個絕對嘅無可或缺嘅人選咧？我覺得未必係嘅。咁大家留意到呢度嘅數據啦。咁其實 Conor Bradley 嘅防守數據咧係一定好過阿諾噶啦。咁當然佢可能冇阿諾壓得咁前啦，或者佢嘅Conor Bradley 嘅運動機能比較好啦，佢跑動更加強，身體對抗性更加好啦。咁阿諾有失位同埋佢又成日唔回防或者可能戰術上佢係壓得更加前收入中路等等啦。咁 anyway。咁但係你見到嘅就係 Conor Bradley 其實佢喺進攻端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持球推進嘅能力又有一定嘅對抗性咁變相佢喺右邊嘅攻擊力，如果作為一個單純嘅閘位咧，即係你唔好搞咁多咩內收又要放波又成咁，其實佢喺右路走上走落咧，佢係絕對勝任有餘嘅，係絕對係英超上游級數嚟㗎啦。跟住就再加上佢嘅
年紀啦，21歲，好值得培訓啦，基本上仲有大把嘅上升空間啦。咁然後佢嘅出波啊，或者佢嘅走動能力啊、持球推進啊、防守等等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上乘嘅。即係佢作為一個英超前列球隊嘅右閘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咁基本上你下季如果阿諾唔喺度嘅時候咧，你利物浦基本上都基本上一定係用 Bradley 噶啦。咁雖然同而家嘅球隊嘅踢法可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一嚟球隊入邊冇咩人接到呢個位啦，二就係 FSG 大家都知道唔會出咩錢去買人噶啦，大家都心中有數噶啦。咁至於喺呢壇嘢入邊咧，咁其實有傳過就話利物浦咧今夏咧就係想簽入利華古遜嘅費林邦啦，咁但係咧，其實費林邦嘅屬性咧同阿諾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如果需要講嘅話，佢可能更加似 Conor Bradley 啦，即係如果睇翻利華古遜嘅一對翼位啦，基莫道同埋費林邦咧，其實基莫道嘅角色係更加似阿諾嘅角色，即係嗰個比較放波啊，比較做 killer pass， 比較調整進攻啊，比較送出致命長傳啊嘅球員啦。即係佢嗰個進攻能力係體現喺佢防守度，係佢體現喺嗰個傳球度嘅。而費林邦咧，相對上係可能更加近似羅伯臣嘅，就係比較體力化，走上走落，壓入禁區，比較可能多底線嘅tap in 又好啊，或者 cut back 又好，或者總之佢永遠都係壓得比較前，深入禁區，深入去側擊嘅。而相對上佢嘅playmaking 嘅能力咧，就相對上冇阿諾咁強嘅，一定係。咁變相，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利物浦要喺有羅伯臣嘅情況下，仲要買費林邦咧？咁如果你話羅伯臣都走埋嘅，咁你嘅費林邦同埋Conor Bradley 又重疊個位置，跟住個屬性又比較近似喎。咁同球隊而家一邊係比較 playmaking 嘅阿諾，同另外一邊係比較落底傳統型啲嘅閘位嘅羅伯臣咧，其實又唔相符嘅喎。咁其實利物浦有冇好大嘅需要去買呢個球員咧？又未必嘅。再加上啦，其實費林邦喺 transfer market 嘅 value 咧已經去到5000萬㗎啦，咁變相你 FSG 喺免費放走咗阿諾嘅情況下，佢絕對冇可能出到呢嚿錢買呢個人嘅。再加上其實費林邦咧係曼城青訓出身，上年亦都傳過曼城對佢有興趣㗎啦。咁然之後皇馬亦都傳過啦，曼聯咧亦都對佢非常之有興趣啦，應該。咁尤其是而家艾摩廉而家睇緊翼位嘅。三中堅啊，翼位嘅配置啦，咁其實都好啱費林邦踢嘅。咁然後啦，費林邦佢嘅防守實力咧，其實又未必真係話好上乘嘅，因為始終你係德甲啦，二嚟佢就算喺德甲咧，佢都唔係以防守見稱嘅球員啦，佢係體能比較好，對抗性比較強，但係佢係咪防守技術好出眾咧？又唔係嘅。咁變相如果你嚟英超嘅話，你仲有冇呢啲咁嘅體能嘅優勢，或者叫做嗰個身體質素嘅優勢咧？咁又好令人懷疑啦，咁樣。咁最後啦，其實費林邦係曼城嘅青訓嚟嘅，咁其實佢想翻母會亦都好合理嘅。然後亦都有傳利華古遜咧係同佢有一個君子協議嘅，就係話上年季尾佢有機會走嘅時候，同佢講話，你係留喺度踢多年啦，我哋下年就4000萬歐羅放翻你走，就放翻你去曼城咁樣嘅。咁唔知呢個傳聞屬唔屬實啦？咁但係喺有曼城有曼聯嘅爭取情況下，就算佢真係有呢個君子協議，球員本身有冇選擇嚟利物浦咧？尤其是利物浦而家好明顯係冇乜轉會投入下沉境嘅時候，仲會唔會去咧？咁呢個就要真係有待商榷啦。咁我覺得呢單就純粹基本上係煲水新聞嚟嘅啫。基本上利物浦會收購費林邦嘅機會都唔大噶啦。咁然後啦，講完阿諾右閘嘅位置啦，咁其實咧今夏咧仲有沙拿同埋雲迪克咧都係雙雙圓約嘅。咁兩位都有傳過話會沙地掘金啦，咁又係唔係咧？咁樣咁首先啦，兩位今季咧踢得非常之好啦。咁沙拿亦都其實上季已經有傳過話沙特嗰邊開價成億幾去買佢嘅，但係FSG 都唔放人嘅咁樣啦。因為始終對於後高普時代啦，一隊重建緊嘅球隊有一個絕對嘅頂級前鋒喺度穩定軍心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啦，今年夏天佢冇續約嘅情況下，佢自由身轉會有冇可能咧？咁樣，因為其實而家現階段一嚟你沙特嘅出嘅人工咧，基本上高過 FSG 幾倍㗎啦，可以。再加上以沙拿而家作為一個前鋒32-33歲，去到呢個生涯嘅尾聲啦。咁其實佢去攞翻肥約，攞翻2-3年肥約去掘金都好合理嘅。
而且佢作為一個前鋒，其實佢嘅職業生涯可能冇雲迪克嘅中堅咁長嘅時候咧，咁其實佢要去掘金係無可厚非嘅。再加上就即係見到沙拿今季其實表現非常之好啦，但係其實佢下半季開始咧，其實都已經開始有啲疲態啦。始終因為利物浦有冇輪換啦，利物浦嘅輪換比較少啦，然後亦都多線作戰啦。咁喺咁嘅轉會投入嘅情況下，喺咁嘅球員配置嘅情況下，你如果仲維持咁樣嘅話，就算我當沙拿續約，佢下年仲踢唔踢到咁樣嘅水準咧，亦都係又比較令人擔心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沙拿又何必喺度做臭自己個名咧？不如晨早跳船去掘金算啦，因為好明顯，如果幾位都續唔到約嘅話，其實或者有阿諾有免費轉會走嘅話，咁利物浦手上邊拎到出去賣錢嘅人又唔多，佢哋本身轉會嘅投入本身又傾向又唔多，咁其實沙拿係完全冇必要留喺利物浦嘅，因為佢喺利物浦佢要做嘅嘢已經做足㗎啦，佢下季留喺度。利物浦都唔會忽然之間變成一隊能夠爭到歐聯嘅球隊啦，分鐘甚至英超都唔會保得住啦，亦都唔會話可以幫佢贏到金球獎啊，橫掃好多獎項咁樣啦。其實利物浦而家嘅走勢嚟講咧係下跌緊嘅，佢哋都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尤其是再加上阿諾又走啦，雲迪克亦都未續約啦，咁其實係令人非常之擔心嘅。咁其實我覺得沙拿走嘅機會都非常之大㗎啦。咁相反咧，雲迪克因為始終佢係中堅啦。其實以雲迪克嘅競技能力啊，佢嘅表現咧，其實我覺得佢再踢多喺歐洲頂級聯賽踢多2-3年都唔成問題。尤其是佢今季其實你見到佢年紀大咗，同埋佢大咗之後，其實佢冇以前嘅速度咁快嘅時候咧。但係其實雲迪克而家踢波係非常之聰明，佢嘅包位防守、佢指揮防線同埋佢嘅視野係非常之通透。基本上今季利物浦能夠攞冠軍咧，我覺得。當然沙拿嘅進攻係非常之好氣啦，但係如果冇咗雲迪克呢一點嘅話，基本上咧係完全唔會成立嘅。因為如果冇雲迪克嘅話，基本上利物浦嘅防守係流水嘅，咁變相就你根本你連波都守唔住，就談何進攻咧？咁其實雲迪克喺而家嘅利物浦嚟講啦，我仍然認為佢係一個最重要嘅一位球員啦。咁變相喺咁嘅情況下 ，FSG 會唔會同佢續約咧？我認為有機會嘅，因為始終以雲迪克。而家咁嘅即係佢中堅啦，咁就算同佢續約，咁佢就俾翻可能同而家差唔多人工咧，我諗佢都會願意噶啦。即係除非佢好想掘金嘅啫，咁但係雲迪克佢又冇表露過話佢自己好想掘金嘅意願啦。再加上就係以雲迪克嘅競技水平嚟講，佢踢多2年頂級聯賽，或者可能利物浦開個1+1俾佢，咁然後佢再踢多年，跟住先再轉會去掘金咧，佢都仲可以咁做嘅時候，咁變相我覺得 FSG 係應該亦都有可能會同雲迪克續約嘅。咁但係到目前都只聞樓梯響啦，成日話我哋傾緊續約㗎啦，努力緊㗎，但係都未有表現啦，咁就令人擔心嘅。咁但係希望利物浦會同佢續到約啦。如果唔係，我驚利物浦下年會變到今年曼聯咁樣。咁然後我最後講下一啲潛在嘅轉會目標啦。只係一個潛在嘅全隊離隊球員啊，唔係轉會目標。咁首先啦，遠藤航啦，早兩日已經傳出德甲法蘭克福隊有興趣啦。咁而家法蘭克福其實喺德甲排緊第4位嘅。咁而家法蘭克福近年都係好常嘅歐冠歐霸嘅入圍到嘅分子啦。咁其實穩定有歐戰打嘅時候，佢哋增兵。引入遠藤航一個喺德甲踢過斯德加4年嘅球員，咁其實都好合理嘅。咁然後遠藤航亦都唔介意重返德甲啦。本身德甲嘅環境咧，對於亞洲球員都幾友善嘅。咁然後就係遠藤航翻到去嘅時候，佢亦都可以得到一個相對比較主力嘅位置啦。應該咁變相咁嘅情況下，遠藤航走咧，基本上都無可厚非噶啦。因為利物浦好明顯今季佢都不受重用嘅。咁就算下季喺度嘅時候，以Arne Slot 嘅接軍風格咧，其實遠藤航都唔會有太多出場機會嘅。咁喺呢方面咧，咁我諗利物浦可能喺遠藤航身上收翻1-2千萬咧，應該都唔係問題嘅。咁佢哋2年前買翻嚟都係1,800萬嘅啫。咁順便上，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基本上都冇乜大賺太蝕㗎啦。咁又對於自己嘅 FFP 有幫助啦，因為用咗2年㗎啦，先賣翻出去，咁其實都 OK 嘅。咁另外2位就係羅伯臣同埋詹美卡斯啦。咁其實呢2位咧就暫時未有一個好明確嘅球會咧係表明想收購佢哋嘅。咁但係考慮到羅伯臣年事已高啦，你見到佢其實近呢2季嘅跌幅都幾嚴重㗎啦。雖然佢仍然係一個非常之頂級嘅球員啦，但係對比起佢以前巔峰時期係差好遠㗎，嗰個運動能力嘅時候。
咁另外，詹美卡斯一路作為羅伯臣嘅替補咧，都係做得非常之稱職嘅。基本上佢嘅傳球啊，或者佢嘅防守意識啊，佢嘅運動能力都 OK 嘅。但係雖然有啲對抗性唔夠啦，咁但係作為一個輪換主力咧，喺英超上游球隊都係冇乜問題嘅。然後，如果詹美卡斯如果要轉會嘅話，其實佢轉會啲中下游球會，或者可能轉會去一啲冇咁身體對抗咁強嘅聯賽，譬如可能轉會去法甲、意甲、德甲、西甲呢啲咁樣咧。因為西甲啊或者意甲可能會更加適合佢啦咁樣。但係其實對於詹美卡斯嚟講咧，都唔係一個差嘅出路嚟嘅，尤其是嗰啲28歲啦，佢可能都會想去一隊球隊踢主力啦。然後利物浦亦都希望趁佢仲有即係比較年輕、有價有市嘅時候，以詹美卡斯嘅踢法，以及佢嘅表現技術、佢嘅年齡、佢嘅身價咁樣，佢嘅人工，其實利物浦又買翻2000萬應該都不成問題嘅。咁面上呢兩個都叫做係有少少轉會收幫補啦，咁但係你又要諗下會唔會揾邊一個去頂翻佢哋咧？咁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羅伯臣啦，羅伯臣因為年事已高，其實都已經傳出利物浦想放棄佢啦，上年都咁，但係就始終利物浦又使唔起錢咁樣，應該唔係利物浦，係 FSG 唔使錢啦咁樣，咁變相就比較困難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就兩位入邊咧，其實比較傾向留低其中一位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會傾向放走詹美卡斯嘅，因為羅伯臣以佢嘅名氣、以佢嘅身價、以佢嘅人工咁樣，其實你好難揾到匹配嘅，即係你肯俾出佢嘅身價，俾出佢個咁嘅主力位置嘅球會咧，又唔會係一啲比較前列嘅球會咧，因為羅伯臣始終年紀比較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要佢可能睇啲中下游，佢又肯唔肯咧咁樣？咁呢個又有待商榷啦。即係始終羅伯臣喺1年之後佢就完約㗎啦，佢嘅合約去到26年嘅。咁如果係作為羅伯臣嘅話，咁佢會唔會？橫掂都係啦，我坐埋呢年，下年免費走去掘金咯。再唔係就直頭你唔續約，你續我唔好，唔續約又好，咁其實我都冇乜所謂，可能直接原地就退役㗎啦，係咪先？咁喺咁嘅情況下，我會覺得利物浦都開翻張1+1俾羅伯臣啦。咁等佢喺有一個新組集嚟到嘅時候，同佢輪換1年啦。咁然後帶起個新組集之後咧，咁佢先再喺下年咧，咁就再轉會嘅，咁可能會比較合適啦咁樣。咁然後再之後啦，就兩位比較高薪嘅球員啦，大雲紐尼斯同埋雷斯迪亞斯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大雲紐尼斯轉會去沙特咧，基本上就係肯定㗎啦。因為其實喺歐洲都冇乜球會話會出到呢個價錢咧去買佢嘅，咁但係因為以佢嘅表現嚟講咧，咁你又真係好難說服到有球會俾呢個身價嘅，咁唯一就係沙特啦，咁然後大雲紐尼斯佢自己都唔介意去掘2年金啦，因為而家其實都有球員係去掘完2年金再翻嚟歐洲嘅，咁我覺得佢都可以咁做嘅。咁另外就係雷斯達斯啦，其實呢位我覺得係最主要嘅焦點啦，就因為其實喺沙拿走咗之後，其實雷斯達斯咧就會係利物浦嘅最進攻最有威脅嘅球員啦。咁但係咧喺冬季轉會窗嘅時候咧，其實傳出過巴塞咧係對佢有意嘅，有問過價嘅。咁然後亦都講到明夏天咧，佢哋會將雷斯達斯咧係視為一個比較目標嘅比較重要嘅轉會目標啦咁樣，咁就唔知做成唔成事嘅，但係佢係喺路易斯達斯身上咧，一定收翻唔少錢噶啦，基本上。咁但係你又好揾到人接班咧，而且同時一時間放走咁多球員嘅時候，對於球隊嘅穩定性咧又夠唔夠咧咁樣？咁變相就幾令人 concern 㗎。咁就睇下嚟緊再會有啲咩新聞去跟進呢啲轉會消息啦。咁希望利物浦能夠揾到一個比較妥善嘅方案啦，去解決啦。如果唔係嘅話，利物浦可能都會有長達幾年或者甚至10幾年，好似而家曼聯咁樣嘅沉寂嘅時期啦。咁就呢啲就要即係之後再睇啦。咁今日條片講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利物浦或者對於可能有啲咩轉會窗或者可能轉會新聞想討論下嘅，歡迎喺下面留言。咁都方便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